五乞衣錄音講話 Special 3000讚特別講話。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五乞衣錄音講話。今日繼續由我五乞衣五幫主主持。節目開始之前呢，都要介紹翻今日嘅主題嘅，咁就係呢個3000讚特別版。咁講起呢個主題，其實乞衣仔我都有唔少感觸。3000呢個數字對某啲人嚟講，可能只係一個微不足道嘅數字。例如係話一啲中意呃 views、呃 likes 嘅人，閒閒地都有3000個 views、3000個 likes， 所以對佢哋嚟講，3000只係一點微塵。但對我呢個乞衣仔嚟講，3000確實係得來不易。論乞食，我唔會乞到3000蚊；論壽命，我亦唔會有3000歲命。唯一可以話3000最貼近我生命嘅，就係我每日游走香港乞食嘅距離，3000米、3000公里，我唔知道。總之3000其實真係離我好遠。而今次我嘅 Facebook 專頁可以去到3000個 likes， 我真係要好衷心咁多謝大家，冇你哋就冇今日嘅乞衣，就冇今日嘅我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喺未來嘅日子，我會繼續努力乞食，一定唔會令大家失望。所以大家都要繼續支持五乞衣，支持五幫主乞食。好啦，今日嘅特別講話時間夠，下次再會。五乞衣錄音講話。